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台南玉井山影真出名，但是其实就伫咧玉井隔壁，开车无到15分钟的走阵，因遐山影不管品质或者是甜度，拢袂输乎玉井哦，甚至搁较便宜。但是玉井较够行销，加上走阵开一条外宽道路了后，拢无外客挖入来市区，当地这个市场愈来愈落水，果然是真感叹哦。讲有时阵。规工拢无人哦，这个山影销袂出去，只好甲藏咧记在伊内，甲这个玉井的闹热比起来，做阵是冷冷清清。热天就是爱食这款的水果，一粒一粒色彩真水，水分嘛真济，一粒一粒藏涂骹，看到就总爱食的。但是市场我咧看过去，一担一担，拢敢若老人咧顾，无啥物人客。较早遐固定人客来咧搞阮买无。已经就爱放较烂，后尾就规工拢无人的。这是做阵的青果市场，开车对玉井市场到这15分钟左右就会到啊。农民家己种家己卖山影，真甜，品质阁好，价钱嘛比玉井阁较俗。但是两方面小比一下，生理差足济。农民讲对做阵的外宽道开通了后，这几年玉井宣传真有力，做阵的山影渐渐落水。跟市区相比，一定是比较便宜。希望就是有农特产品市集，有我们自己的切割企业市集，然后把优良的农产品直接提供给消费者。要生理较好咧，做阵区公所开始串联周边的交通和景点。后摆若是去台南，会当去做阵老老细细咧。